4月9號係世界心理腫瘤日。4月9日世界心理腫瘤日。4月9日世界心理腫瘤日。支持世界心理腫瘤日。支持世界心理腫瘤日。我哋一齊響應。大家都應該知道，癌症除咗影響我哋身體之餘，亦都會影響我哋情緒同埋心情。心理腫瘤學就係愛嚟支援我哋病人同家人，陪你喺走過整個抗癌嘅歷程裏邊得到舒緩。以下呢段影片，你會見到有臨床醫生、醫護人員、病友同埋病人支援組織一齊攜手合作，共同呼籲大家關注心理腫瘤學，提高對癌症心理健康需要嘅認識。希望大家一齊支持呢個活動，多謝。患上癌症唔單止係影響身體，亦都會影響患者同埋家人嘅情緒同社交生活。心情會影響病情，如果能夠保持正面，學識調整心態，對治療同埋提升心理健康同埋生活質素都會有幫助。有需要嘅時候，大家可以去香港大學賽馬會癌症綜合關護中心接受佢哋嘅服務同埋支援，讓我哋一齊令心理腫瘤護理變得更可見。好多人講起腫瘤，心裏邊都感到彷徨無助，甚至乎非常恐懼。4月9號，讓我哋將心理腫瘤護理化成行動。多謝大家。作為醫護人員，我哋更加係要主動同埋積極咁去關心腫瘤病人同埋佢哋嘅家人，佢哋嘅心理健康對於治療成效係非常之重要。就等我哋即時行動去支援有需要嘅病人同佢哋嘅家人。喺癌症治療嘅過程當中，病人少不免都會感覺到彷徨同埋憂慮。除咗專注喺治療效果之外咧，照顧病人嘅心靈需要亦都係同樣重要嘅。因為只要安頓好心靈先至可以俾到身體一個積極抗癌嘅力量。研究顯示，大約3位癌症病人就有1位有抑鬱或者焦慮嘅問題。喺華人地區，比例更加可以去到3-4成。前列腺癌男士都好受影響，因為男士往往都難於開口。請大家響應4月9日世界心理腫瘤日，等我哋醫護都多啲聆聽，多啲關心，令到心理腫瘤照顧被重視。多謝支持。有時都會有機會同啲病人講下啲副作用。我發現其實一個病人如果心情好啲，狀態好啲，啲副作用咧佢哋都會處理得好啲。咁所以我好想提出一樣嘢，就係其實有正能量啦，有情緒好啲啦，心理健康啦，其實對個病對個治療都係好有幫助嘅。自1993年，我已經開始服務癌症病人㗎啦。期間專業團隊以專業資訊協作同行，協助病人進入較少風險嘅康復路。4月9號係 World Psycho Oncology Day， 讓我哋一齊以病人康復嘅成果為見證。過去幾十年，我哋都一直推動呢個社會心理嘅腫瘤服務嘅重要性，希望我哋大家一齊努力去推動呢個關注腫瘤病人嘅社會心理需要，讓我哋嘅腫瘤病人嘅心同埋佢嘅家人嘅社會心理需要被看見嘅。喺香港，每年有大約180個小朋友會不幸確診癌症。心理腫瘤學好重要，因為佢哋可以幫助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屋企人重新揾翻佢哋生活嘅力量。今年4月9號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我哋一齊慶祝世界心理腫瘤日，一齊幫呢啲生命小戰士活出佢哋燦爛精彩嘅人生。我哋誠邀大家一同關注癌症患者嘅心理健康。癌症唔單止影響身體，亦都會帶嚟沉重嘅心理負擔。咁多年嚟陪伴屋企人同埋病友去抗癌嘅經歷入邊，讓我哋明白到心理嘅支援同埋正規嘅治療其實同樣係咁重要。讓我哋攜手努力，將心理腫瘤嘅護理融入喺病人嘅日常照顧之中，令到每一位病友同埋照顧者都唔再孤單。癌症嘅治療唔單止係手術、化療、食藥，仲需要心理同社會嘅支援。當病人同家屬嘅情緒被接納，喺困難時又有同路人嘅陪伴，就可以做到身心社會3方面嘅照顧，先至可以支持病人走過癌症嘅旅程。讓我哋慶祝4月9日世界心理腫瘤日，我哋可以一起將心理腫瘤護理變成可見的。心理同情緒支援對癌症患者嚟講係非常之重要。世界心理腫瘤日係提醒大家去關注癌症患者嘅心理需要。等我哋一齊慶祝4月9號嘅世界心理腫瘤日，攜手令心理腫瘤護理變得更受重視。對於青少年癌症病患者嚟講，面對嘅唔只有治療，仲有情緒、壓力、學業、人際關係同埋對未來嘅不安。
所以心理社交照顧喺癌症治療係好重要嘅一部分。就讓我哋一齊慶祝4月9號世界腫瘤心理日，讓更多人看見腫瘤心理護理嘅重要性。對抗癌症係一條好漫長同埋艱辛嘅道路。喺治療同埋康復期間，除咗要有適當嘅運動同埋飲食之外，保持心靈嘅健康亦都非常之重要。4月9號係世界心理腫瘤日，我哋一齊藉住呢個機會了解多啲乜嘢係心理腫瘤護理。我哋大家一齊努力。癌症治療期間、癌症治療後，身體方面嘅支援、心理社會方面嘅支援都好重要。我哋相信完整嘅癌症照顧應包括情緒、心理同社會嘅支援。面對癌症，病人同屋企人都需要陪伴，以及得到適切嘅心理支援。身心同行先係完整嘅癌症照顧。等我哋一齊努力，讓心理支援成為癌症治療之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癌病治療不僅身體，更需心靈護理。治療團隊克盡專業，多番鼓勵康復病友同行分享心路歷程，同路人聚會，守護心靈健康，治療道路更輕鬆。讓我們慶祝4月9日世界心理腫瘤日，一齊讓心理腫瘤護理變成可見的